议员蔡洪全表示，这届服务处人文艺术空间的公益展览，邀请台南知名的书画家赖清梅展出个人的油画、水墨加书法等，总共45幅的作品，希望在年终岁末帮助家扶基金会。我们这次我们的公益的艺术人文空间特别邀请到赖清梅老师来到这边。那最主要是我们赖老师也是我们府城在地非常有名的书画家，那作品也得奖无数哈。那这次很感谢赖老师能够把作品带到这边来。那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家扶中心，就是只要有收藏画作，我们一律就是捐出1/3，要这个帮忙家扶的一个助学金哈。那也感谢赖老师的这个爱心。本身是清风书德学会理事长赖清梅。不但举办过多场的个人展览，而且作品嘛曾经多处入选台南地方美术展、南美展、加台南地方美展等。这届展出的作品，拢是疫情期间的创作。对于我的画，我自己是有一种悠闲的心态去画的，尤其是在疫情中足不出户，然后呢又深居简出，我的心非常的平静。度过这个很不安全的时间，我尽量的在做我的工作，所以我今天能够把我在疫情中，心平气气的，很安静的，然后把这个我心理上所感觉出来的那一种感觉，造成我的画，我也觉得是真实的一个写实。因为每年是虎年，在这件作品当中。艺术家嘛特别赠送200老虎的画作，予议员蔡洪全，希望虎年会用的虎虎生风。这届的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明年的2月15日，在农历年进前，议员嘛将邀请清风书德学会做伙来写春联，送予弱势团体加市民乡亲。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